工業傷亡事件頻頻出現，部分人懷疑涉及過勞死，但係本港未有將過勞納入工傷法例，家屬難以追討。我成個天都冷咗啊，點會冇變化呢？你諗下我個整梁柱地冇咗喎。59歲嘅電梯工陳嘉怡，舊年喺黃色暑熱警告下，獨自前往解救被困嘅乘客，其後突發心臟病猝死。遺孀表示，公司人手不足，丈夫經常要一腳踢。事發之前曾經連續工作59個鐘。佢一個禮拜有時係開一日嘢，有時係開2日。佢開一日嘢嘅意思呢，就係，譬如話今朝7點鐘出門，今日譬如話今日11號啦，即係今朝8點鐘出咗門啦，即係話今晚就唔返㗎啦。陳太同陳嘉怡育有1仔1女，其中個女仲讀緊大學。丈夫過身之後，陳太要靠任職清潔工嘅萬幾蚊月薪支撐呢頭家。本身佢嘅人工都唔係好高嘛，佢都係靠 OT 先養到我一家4口，同埋我仲有個媽媽喺大陸，都係靠我養嘅。所以當我知道我老公走咗，真係成個天都冷咗啊！公司係冇做出任何賠償，我都有去勞工處，勞工處話你公司冇報佢係工傷，係冇得賠償嘅，所以係1分錢都冇攞過。日本同台灣已經將過勞死納入法律規範，香港就未承認。勞福局就話香港未必一定要照跟，因為難以判斷死因完全同工作有關，可能工人本身都有毛病。醫生表示，本港勞工保障嘅法例相對落後，變相家屬難以追討。你冇一個清晰列明喺嗰個即係職業病嘅表裏邊，又或者呢，好似一啲地方呢，佢係將佢係列為一個可以即係循呢個工傷嘅途徑攞得補償嘅一個疾病呢，或者係致死嘅原因呢，咁嘅時候呢，就會係簡單好多。但係因為如果你冇嘅時候呢，法律上邊呢，就如果你係列咗喺職業病嘅附表呢，咁或者係喺個條例裏邊標明呢，咁嘅時候呢，就係好自然㗎啦。咁你就可以攞得呢個補償，得到呢種咁嘅情況。咁但係個問題呢，就係話呢，你當你冇嘅時候呢，就要嗰個即係舉證嗰方呢，就係要喺嗰個苦主嘅上邊啦。即係或者嗰個死者嘅家屬去舉證。協助工人嘅工權會重申，要求就過勞問題立法。喂，有工人真係做過勞嚇，做工作做到過勞，去即係令到佢病發，甚至乎係過身嘅時候，其實亦都應該要有一個補償嘅機制嚇。因為如果你冇補償嘅機制，咁對於僱主嚟講就係就算嗰個工人係過勞死咗，其實都唔會有任何嘅懲罰或者係賠償，佢係要俾出嚟嘅。咁對於佢嚟講，真係完全唔需要考慮去顧及工人嗰個工作時間係咪合理嚇，係咪健康咁樣。工權會認為香港應該參考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嘅法例，為過勞立下清晰嘅定義，減少悲劇發生。廣播新聞網記者黃海彤報導。